各位馬迷我早市啊！今個禮拜六4月5日，雪蘭莪有12場賽事編排嘅。第一場開跑時間係中午嘅12點30分。所採用跑道方面咧，頭9場咧都係呢個闊21米嘅 A4 跑道嘅。咁頭5場係短直路，之後6至9場就係長直路，最後嗰3場咧就係第2跑道嘅。咁事不宜遲啊，先講第一場。5班嘅1200米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6號嘅巨無霸，上一次贏馬片段同大家分享。巨無霸一場係3月9日嘅1400米5班賽事，第一次喺大馬上陣嘅，起步咧係黃帽紅袖黃衫嗰隻咧，好快已經出咗嚟嘅，帶嚟成個幾馬位嘅。咁呢一場咧賽前去試閘咧，其實嗰個走勢唔係好好啊，但係咧呢場一放咗出嚟咧，一路撳住後面嗰啲馬咧，其實咧俾佢控制一個步速咧，都唔知點樣追翻去轉頭啊！咁而家前面嘅巨無霸已經放嚟成個馬位，跟住係幕後主使，然之後沙巴勝利鐵男嘅。咁後面嗰啲馬咧，仲有啲威美亞呢4隻比較前啲嘅。咁開始轉彎嗰陣時咧，巨無霸一路都係撳住放嚟大半個馬位，幕後主使咧第二。沙巴勝利呢隻馬後勁比較好啊，而家喺第三，其實睇嗰個形勢咧都有機會贏馬。咁後面咧威美亞已經騎緊㗎啦。咁而家轉到嚟直路啊，仲有400米度，嗰個巨無霸咧就係好整以下咁樣放嚟半個馬位嘅。沙巴勝利咧鐵欄嗰度咧仲未望空到，想喺巨無霸邊嗰度上，但係巨無霸打幾邊啦，而家仲放甩咗隻幕後主使嘅。而家沙巴勝利咧終於喺中檔嗰度咧望空咗上嚟追嘅。咁但係巨無霸咧而家仲有一個馬位優勢嘅。最後嗰幾步咧，沙巴勝利咧雖然嗰個後勁都幾強啊，但係咧巨無霸都可以頂住嘅，半個馬位度咧贏咗呢場賽事嘅。咁呢個巨無霸前新加坡馬嚟嘅，喺當地咧雖然未贏過，但係過咗嚟大馬咧能夠一出即勝，而且嗰個姿態咧都幾出色嘅，一放到底喺較長嘅1400米。咁所以今次咧跑短200米而排翻個一檔起步咧，應該可以用翻上一次嘅沿途快放跑法，有力再下一城嘅。咁次選方面咧，我會揀翻1號嘅力德飛，咁亦都係前新加坡馬，雖然嗰日大馬未贏過，但係成日都可以後上衝得近嘅。今場早段快馬幾多之下咧，3甲1席咧幾穩陣。第三選咧，我會揀12號嘅阿里，咁亦都係快馬嘅。今場咧有榜輕之助，隨時可以咧偷襲爭一席攬位嘅。第一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6號嘅巨無霸、1號嘅力德飛同埋12號嘅阿里。咁策略方面咧，巨無霸上一次贏馬姿態好出色，統單 win 已經足夠㗎啦。跟住係第二場5班1500米係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4號嘅巴特勒，上一次贏馬片段同大家分享。巴特勒呢一場係3月16日嘅1275米賽事，起步咧去排中檔嘅，唔算係太快。而家係紅帽紅衫，有啲格仔袖嗰隻咧6號馬一路都係喺中間嘅位置嘅。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開面咧就有呢個皇冠之母啊，今次賽事有份跑啊，跟住有11太保啊，然之後何塞德啊，開面咧。仲有呢個龍脈嘅，咁而家咧嗰個扣人心弦咧就上咗嚟呢個第2位，咁而家呢個巴特勒咧仲係喺比較後啲嘅位置第3疊嘅6號馬，而家都係尾5到啦，開始轉彎㗎啦。咁而家前面皇冠之母放咗出嚟撳翻住，跟住扣人心弦咧就喺第2位嘅，然之後咧就有啲11太保咧已經喺貼欄墮退緊啊，反而佢隔離嗰個龍脈咧嗰個走勢都幾好嘅。而家巴特勒咧就開始移咗出去開面嗰度上嘅，咁而家前邊咧嗰隻皇冠之母咧帶嚟成個幾馬位，龍脈咧就叫比較近啲嘅，咁而家巴特勒咧先喺中間嗰度喘緊上嚟嘅，而家開始咧已經上到嚟差唔多3、4位㗎，咁到最後階段咧皇冠之母咧放咗翻嚟咧就冇乜力啊，反而巴特勒越追越近啊，最後一步啊過埋一隻龍脈咧首先衝線嘅。
咁嘅巴特勒咧，上一次雖然贏比較短啲嘅路程啦，但係見佢咧後上嗰個形勢咧都幾勁，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有1200米係可以揀，佢都唔揀咧，選擇呢個真程跑到1500米咧，其實都係合理嘅選擇嚟嘅。以佢上一次所交出嘅衝刺咧，今次更加有利追趕嘅下咧，應該可以咧連捷。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11號嘅皇冠之舞。咁呢隻馬上一次咧就同呢個巴特勒同場，雖然放翻嚟咧末段力又跑翻去第三嘅，但係睇翻佢喺新加坡嗰個賽績咧，其實都係跑啲較長嘅中距離賽事嘅。咁今次真程跑呢個1500米咧，早段啦，可能唔使放得咁急之下咧，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好表現嘅。咁第三選咧，我揀翻1號嘅大名鼎鼎。咁呢隻馬始終喺5班嗰個上陣咧都有啲着數啊！今次嗰個形勢咧就比近仗好得多，排咗一檔起步，隨時可以由松變龍嘅。咁第二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4號嘅巴特勒、11號嘅皇冠之舞，同埋呢個1號嘅大名鼎鼎。咁策略方面咧，上述嗰3區就係呢個1號大名鼎鼎、4號巴特勒同埋11號皇冠之舞，可以捧呢個鐵角嘅位置 Q 嘅。跟住係第三場喺個5班1200米比較高分嘅組別，我揀咗6號嘅雷暴，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雷暴呢一場係3月1日嘅1150米。起步咧，佢其實咧喺中檔嗰度咧都好努力咁喺度搶㗎啦。咁而家前面放出嚟比較快啲都係嗰啲快馬禮拜一同埋呢個飛馬強壯。咁雷暴咧搶咗幾步之後咧，而家開始喺外檔嗰度 cut 咗埋嚟咧，大約係第4位嘅紅衫藍帽嗰隻就係㗎啦。咁而家前面放出嚟咧，飛馬強壯啊，跟住禮拜一放唔出咧，威力咧又係自然打折扣啊。然之後咧，雷暴又拍住貼嗱，跟住神高至尊。呢4隻馬已經放嚟後面啲馬幾遠㗎，咁開始轉彎嗰陣時咧，飛馬強壯越放遠啊，放嚟成3-4個馬位嘅。佢喺禮拜一已經墮退緊㗎，神高至尊同埋雷暴咧拍住啦，進佔上嚟2-3位。咁而家前面嗰隻咧飛馬強壯走甩咗成咧2-3個馬位嘅，雷暴同埋神高至尊咧都係拍住一齊咁樣上嚟嘅。呢場賽事咧其實之前都睇過，就係睇神高至尊嗰陣時嘅。咁而家前面嗰隻咧飛馬強壯走甩咗啊，雷暴咧最後打翻上嚟咧就過到嗰隻神高至尊啦，跑翻去第2嘅。咁咧就保持喺大馬之後未甩過3甲嘅賽績。咁嘅雷暴咧雖然嚟咗大馬之後咧仲未贏過馬，但係咁多場咧都可以跑入3甲1席嘅。咁所以今次咧個排位有利之下咧，應該仍然會有座位望贏嘅機會嚟，起個馬膽之財。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1號嘅海誓山盟。咁隻馬咧喺5班贏完馬之後咧，上4班嗰個部署咧，近仗似乎有啲放緩嘅。咁所以今次咧減夠分落翻嚟5班角逐咧，唔可以因為近績差咧而放棄呢隻馬嘅。咁第三選方面咧，我揀翻4號嘅雪州之星。咁隻馬喺5班咧都係有少少着數嘅。上一次咧其實有少意外之餘咧，賽後都驗到係不良於行嘅。咁試完習合格之後咧，再上陣咧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第3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6號嘅雷暴、1號嘅海誓山盟同埋4號雪州之星。咁策略方面咧，由於雷暴咧嚟咗大馬咁多場未甩過3甲啊，所以揾佢做連贏同埋位置 Q 膽就拖翻1-4兩匹就可以㗎啦。跟住係第4場喺個4班1200米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7號嘅白金王子，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白金王子一場3月9日嘅1020米嘅起步其實好快嘅，一彈咧中檔黑衫紅帽就彈咗出嚟嘅，但係咧就望兩望咧就俾外面嗰啲馬埋咗嚟喎。咁而家咧就扣翻住喺貼欄嘅第3位嘅。咁而家前面放出嚟咧就有啲個神龍出海啊，不嬲都係快啊，神采飛揚 cut 咗埋嚟就撳翻住喺第2、3位。咁而家白金王子啊跟住神采飛揚啦，咁就變咗褪到更加後嘅位置，而家已經第5位嘅。前面轉彎嗰陣時咧就係神龍出海，跟住有隻八雀道路嘅神采飛揚，而家移翻開出咧外檔嗰度上嘅，反而白金王子咧仲喺內檔唔係好望空嘅。
咁而家前邊咧神龍出海放喺度咧，差唔多啊！神采飛揚先過咗百雀道路啊，而家直追嗰隻神龍出海，白金王子咧一路都喺埋邊嗰度咧，唔係好望空，而家又扣一扣咁樣。而家前邊咧嗰隻神采飛揚走得咗，強者後上第二，白金王子而家打翻上嚟咧，最後嗰步咧就啱啱冇咗第四，跑第5個終點嘅。咁嘅白金王子啦，嚟咗大馬之後有好表現嗰幾場咧，都係自己一隻放出嚟跑嘅。但係上一次咧跑1020米，其實第一隻彈咗出嚟咧，佢又冇搶到，咁翻嚟咧都唔係輸得好遠啊。今次跑翻長啲嘅1200米咧，如果佢早段立心咁放頭咧，都可能咧會有意想不到嘅好表現嘅。咁次選方面咧，我會揀翻8號嘅烈火。咁呢隻馬上一次咧，第一次喺大馬上陣跑第3，雖然對頭馬冇威脅啊，咁但係跑過一場之後咧，應該會有啲進步嘅，所以咧係正路配腳之選。第3選啦，我揀翻5號嘅聖宇。咁呢隻馬咧連捷之後咧，上一次咧跑啲比較長啲嘅1300米咧，入直路嗰個衝刺咧就唔係太多之下跑第4嘅，咁所以今次咧縮翻落嚟1200米角逐咧，應該會更加有威力。亦都可以咧拖埋佢嘅。第4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7號嘅白金王子、8號嘅烈火同埋5號嘅聖宇。咁策略方面咧，白金王子其實如果自己一隻放出嚟咧，真係不勝有位嘅，所以係捧 win pay 可以㗎啦。跟住第5場都係4班1200米，一場比較高分嘅組別。我揀咗10號嘅至尊61，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至尊61呢一場3月9日嘅1020米賽事，係第一次喺大馬嗰度上陣。咁起步咧其實唔算太快，而家1號馬一路咧白衫白帽喺中檔嗰度咧，大約喺6-7位嘅。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開面有隻龍駒啊，咁跟住咧就太平帝國啊，同埋啲秘密武器3隻馬拍住嘅。而家嘅至尊61咧，一路都喺呢個第6位到中檔開始轉彎㗎啦。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就係秘密武器，跟住龍駒咧頂住佢嘅。然之後太平帝國咧退居第3位。咁嗰隻至尊61咧，而家喺中檔嗰度咧已經上到嚟大約第5位㗎啦。但係前面嗰啲馬咧，龍駒喺內欄嗰個右轉翻上嚟咧，已經係過翻嘅秘密武器㗎。反而至尊61咧，中檔嗰度咧一路轉緊上嚟咧，而家暫時都仲喺第5位度嘅。前邊嗰個龍駒一路頂住嘅秘密武器啊，而家至尊61咧，最後嗰幾步咧先撻着咗喺中檔嗰度咧，一路追上嚟嘅，佢過埋嘅秘密武器，但係揸一步咧追唔到嘅龍駒跑第2嘅。咁嘅至尊61咧，上一次第一次喺大馬上陣咧，跑個稍短嘅1020米，沿途嗰個位置咧都幾不利嘅，最後咧越衝越勁之下緊負跑第2。咁所以今次咧跑長啲嘅1200米咧，應該有更多時間追趕嘅，保中嘅機會都幾高。咁次選方面咧，會揀翻2號嘅九太保。咁呢隻馬最近2場咧都係跑啲短啲嘅路程咧，放翻嚟得1冠1亞嘅。咁今次雖然有跑長啲嘅1200米，但係以佢個跑法咁主動嘅話咧，都係前列分子嚟嘅。第3選咧會揀翻3號嘅極速夢想。咁呢隻馬咧4班角逐咧點都有一定着數啊！今次降咗班而排內檔起步啊，對呢隻咧轉彎有時會外閃嘅馬咧幫助幾大嘅，所以咧唔可以話因為近績差而抌咗佢。第5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10號嘅至尊61、2號嘅九太保同埋3號嘅極速夢想。咁策略方面咧，至尊61上一次其實都輸得好唔抵嘅，今次真情咧應該係坐2望1嘅，係呢個 Q 膽拖翻咧2號嘅九太保同埋3號嘅極速夢想咧，都應該幾穩陣嘅。跟住係第6場喺個5班2000米，我揀咗1號嘅中華夢言，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中華夢言呢一場係3月23日嘅1500米賽事。起步咧，呢一場佢唔算太慢嘅，因為中檔嗰個跟咗出嚟㗎，大約咧而家都係喺呢個4-5位度嘅。咁咧前邊咧放咗出嚟有幾隻馬爭持緊啊，包括咧知足常樂啦，開面有天堂野馬，跟住咧就呢個大步流星都係快馬嚟嘅，然之後咧就有神的禮物啊咁樣。咁而家咧中華夢言咧都一路咧已經喺
第五位咧，黃黃地色衫，有啲紅袖啊，紅色嘅中間嗰件衫嗰度嘅，咁一路都係跟住喺第五位嘅。咁而家開始咧，前面望出嚟咧，仲係知足常樂嘅天堂野馬呢場降班咧，冇自己一隻放嘅，一路跟住喺第二位，大步流星啊更加放唔出喺第三嘅。咁而家嗰隻中華夢然咧，一路咧就挨咗埋欄貼欄咧，有少少搶口，紅眼罩黃帽嗰隻咧就喺第五位嘅。咁然之後咧，後面嗰啲馬咧都未上得切嘅，咁咧前面嗰五隻馬咧都係比較前啲嘅，開始轉彎嗰時咧，天堂野馬就喺中檔突出咗少少，知足常樂咧，仲喺第二位啊，跟住就大步流星嘅，咁中華夢然咧又跟住嗰隻神的禮物開始轉彎就移出去外面嗰度上㗎啦。咁而家前邊咧天堂野馬咧都唔係好快步速嘅啫，一路都係扣住大步流星就想攝埋去內欄嗰度上，中華夢然咧而家已經越攞越出咧，望空咗開始追緊㗎啦。咁而家前邊嗰隻咧神的禮物咧一路拍住入邊嘅天堂野馬咧，嗰個去勢都唔夠呢個中華夢然咁勁啊！咁咧中華夢然咧喺中檔嗰度已經放咗出嚟嘅，咁但係咧冷不提防咧，而家中檔嗰度有隻馬攝緊上嚟咧，越追越勁嘅。咁而家前邊咧中華夢然咧仲係領先少少，但係入邊嗰隻黃衫嗰隻馬咧越追越勁啊！喺終點前嗰一步咧啱啱過埋呢隻中華夢然嘅。咁嘅中華夢然咧，上一次一降班咧，真係有好表現啊！咁證明咧，之前喺4班咧都係減分嘅部署嚟嘅。今次咧再真情跑呢個2000米咧，以佢上一仗嘅跑法咧，早段已經可以跟得比較有利嘅位置，應該都合腳法嘅。始終嚟咗大馬之後咧，未交代嘅馬咧，可以優先考慮。咁次選方面咧，都係揀翻呢個中華夢然嘅扣女啦，4號嘅太平彩虹啦。咁呢隻馬雖然冇乜表現啊，咁但係今次咧跑2000米咧係佢過往喺新加坡嘅正宗路程嚟嘅，咁所以咧有權係雙龍出海。咁第三選咧，我揀翻2號嘅海豹精英。咁嘅馬咧都係喺新加坡跑慣啲較長路程嘅馬，嚟咗大馬之後咧就由短跑起。今次咧就角逐翻去喺新加坡最後一次贏馬嘅2000米咧，都有一定變身嘅條件嘅。第6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1號嘅中華夢然、4號嘅太平彩虹同埋2號嘅海豹精英。咁策略上咧，1、2、4呢3匹馬咧都係啲長途氣袋嚟嘅，捧呢個鐵角嘅 Q 同埋位置 Q 咧都應該幾接近㗎啦。跟住係第7場喺呢個4班1400米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7號嘅飛輪騰達，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飛輪騰達呢一場係3月16日嘅1000米賽事，第一次喺大馬上陣嘅。佢係深藍衫嘅，而家喺外檔起步，亦都係深藍帽，咁啊喺啲比較中後嘅位置啦。咁而家前邊咧喺開面嗰度搶出嚟咧，就有一隻好快嘅，呢隻咧就係呢個都得嘅，呢一場咧一放到底贏得好易嘅。咁跟住第二位咧就有啲現金灣啊同埋人間美食嗰啲馬嘅。之後咧就呢個005喺貼欄外面啊烈火，咁而家咧飛輪騰達咧一路都喺第7位嘅藍衫藍帽開始轉彎喺外檔嗰度上緊嘅。而家前面嗰個都得咧放嚟成2-3個馬位嘅人間美食咧第2位貼欄嗰隻灰馬現金灣咧就拍住佢開面咧，仲有隻烈風咧一拍撞一撞嗰隻人間美食嘅。咁而家前面嗰個都得已經贏緊㗎啦。咁而家飛輪騰達咧先開始過緊呢個人間美食嘅，咁但係咧而家前面嘅都得呢放嚟2-3個馬位，現金灣咧仲喺第2嘅，但係嗰個飛輪騰達咧越追越近㗎，過咗終點嗰時雖然第4，但係一過終點咧已經上咗嚟第2嘅。你再睇翻個鏡頭批埋佢咧，過埋去都得㗎，快多幾步已經。咁嘅飛輪騰達上一次咧就喺大馬第一次上陣嘅。跑呢個1001米咧，其實末段咧係入無人之境嘅，追翻上嚟第4，但係過咗終點之後嗰個餘勢係好勁嘅，咁所以今次咧試準之後跑呢個1004米，仲要排咗個內檔起步咧，早段一定唔會太落後嘅，只要交翻出上一場嘅後勁咧，贏馬嘅機會都幾高嘅。次選方面咧，我揀翻4號嘅飛躍進。咁呢隻馬喺新加坡同埋大馬最近2場咧都係跑第2飲恨，未竟全功嘅。咁呢啲未交代嘅馬咧鬥志比較鮮明，係正路配腳之選嚟嘅。
第三選啦，揀翻1號呢個金金。咁上一次都有介紹啊，跑呢個較長路程咧，克服咗呢個外檔一放到底嘅。今次咧宿程雖然都係排翻外檔，如果佢好似上一次盡搶嘅跑法咧，都係有權偷襲嘅。第7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7號嘅飛輪騰達、4號嘅飛躍進同埋1號嘅金金。咁策略上咧，飛輪騰達上一次咧真係試準㗎，今次真情咧捧單 win 已經足夠。咁跟住係呢個第8場，都係4班1400米呢場比較高分嘅組別。我揀咗6號嘅暗夜戰士，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暗夜戰士一場3月16日嘅1100米嘅，都係喺第一次大馬上陣，佢係排3檔起步嘅。起步咧雖然安上都幾積極咁樣搶啊，但係佢咧落腳都係比較慢啲嘅。而家咧一路都係喺呢個4、5位，而家攝埋欄開始轉彎嘅。咁一前邊咧放咗出嚟嗰啲馬咧就比較快啲咧，就有呢隻雙寶寶啊。咁之後咧就有呢隻發財星啊，跟住咧太平戰神啊，貼欄嘅開邊有芭蕾王子，跟住咧嗰隻暗夜戰士而家跌到落去大約6、7位貼欄轉彎㗎啦。咁而家雙寶寶啊放咗出嚟，一個威力係比較強啲嘅。咁跟住咧嗰隻芭蕾王子已經上到嚟第2位力追佢嘅，反而暗夜戰士而家先拉咗出去外檔嗰度咧，已經俾嗰隻放頭馬咧拋咗成4、5個馬位㗎。咁而家前邊咧嗰隻雙寶寶一路鬥緊嗰隻芭蕾王子嘅，後面嗰啲馬咧都追唔到㗎。而家暗夜戰士咧開始咧追近咗少少，但係都係輸俾前面嗰啲放頭馬成4、5個馬位嘅。最後咧佢哋過到入邊嗰隻馬咧攞翻個第4。咁嘅暗夜戰士咧上一次已經有介紹啊，賽前嗰個試閘咧其實走勢好好嘅，但係喺陣上咧都係早段落腳比較慢啲啊，最後後上不及跑第4嘅。咁如果喺外地咧都係跑啲比較長嘅路程嚟計咧，今次真情去角逐1400米咧，應該更加有把握可以保中。咁次選同埋第3選咧係揀一對上屆冠軍練馬師鄧德爾嘅馬啦，包括2號嘅神行太保同埋5號嘅龍爭虎鬥。咁兩隻馬跑法上咧一追一放啊，神行太保咧喺大馬初出咧其實贏呢個路程非常出色嘅，但係上一次真情跑1600米咧，早段嗰個搶位係比較唔積極之下咧，後上不及，輸咗可以理解。咁今次咧翻嚟呢個贏馬路程上陣咧，有權施回馬槍嘅。咁至於嗰隻5號嘅龍爭虎鬥咧，長期表現都好穩定嘅，只要早段咧佢一早放出自行控制步速嘅話咧，都係不勝有位嘅。咁今次雖然排外檔起步，但係換咗線放嘅蕭寶慧上陣咧，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第8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6號嘅暗夜戰士、2號嘅神行太保同埋5號嘅龍爭虎鬥。咁策略上咧，嗰隻暗夜戰士上一場都試準咗啊，可以做呢個連贏同埋位置驕馬膽，就拖翻鄧德爾一對，2號同埋5號就足夠啦。咁跟住係第9場優越 A 級賽1400米。我揀咗2號嘅天馬行空，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天馬行空一場3月16日嘅1級賽冬菇金杯，佢係排3檔起步嘅。咁起步咧，佢都唔算太慢嘅，一中檔跟咗出嚟嘅。但係呢場咧都好多快馬㗎，包括咧開面咧嗰隻咧就係呢個太平福王就貼欄放咗出嚟，跟住啊白金寶女已經上嚟第2㗎啦。之後嗰隻謝鳥咧猛咁拱咧都放唔出嘅，而家喺第3。咁而家天馬行空咧留住喺6、7位喺中檔嗰度轉彎嘅。前面咧太平福王咧放完成2個馬位，跟住咧就係呢個白金寶女，跟住係謝鳥嘅。之後咧嗰隻落下黑項咧已經上到嚟第4位嘅。咁嘅天馬行空咧一路都係跟住呢隻落下黑項嗰度上嘅，拉咗出去外檔。咁而家前面太平福王咧仲有成2個馬位優勢，但係白金寶女已經首先上嚟挑戰佢㗎。落下黑項咧已經好快上嚟第3位，過咗係謝鳥啊！而家天馬行空咧喺外檔嗰度咧已經上嚟第4位嘅，但係因為落下黑項咧嗰場輕磅嘅，已經走甩咗咧成2個馬位㗎，嗰個白金寶女都冇得力嘅，反而咧天馬行空呢兩步咧越追越勁，最後咧攞翻個第2個終點嘅。咁嘅天馬行空咧嚟咗大馬之後咁耐咧，仲未甩過3甲嘅。上一次咧跑1200米後上不及，
計現時嗰個腳法咧，跑1400米嘅威力應該更加強嘅。轉咗馬房之後，仍未交代嘅馬咧，鬥志會好到+01嘅，應該係今場嘅穩膽。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8號嘅大團圓。咁呢隻馬喺新加坡咧，其實都係一匹冒起嘅新星嚟嘅。雖然嚟咗大馬嗰個表現咧，都唔係話太過出色。咁但係上次咧跑1200米咧，既然上咗名啦，今次咧跑呢個1400米係去喺新加坡跑草地，表現最出色嘅路程，咁都唔可以抌咗佢嘅。第三選咧揀翻11號嘅颶風。上一次大馬初出咧，贏馬嗰個姿態咧係有超班馬嘅本色嘅，咁所以今次咧雖然挑戰呢個優越 A 級賽咧，磅輕同埋佢跑法主動咧，都唔可以話太過輕視。第9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2號嘅天馬行空、8號嘅大團圓同埋11號嘅颶風。咁策略上咧，天馬行空既然都未甩過三甲咧，都係 Q 能位置 Q 膽拖呢個8號同埋11號已經足夠啦。跟住係第10場喺個3班1020米，我揀咗4號嘅事不宜遲，上一次贏馬片段同大家分享。事不宜遲一場3月1日嘅1200米賽事，起步咧佢已經係唔算太慢嘅，喺中檔嗰度咧已經係跟咗出嚟嘅，而家一路咧。佢7號馬深藍衫咧喺中檔嗰度咧已經拍咗上嚟咧，差唔多放頭咁滯㗎。咁埋邊嗰隻太平飛船一路頂住佢嘅，但係跑到轉彎嗰陣時咧，佢自己中檔已經突咗出嚟啊。跟住開面咧就有啲林家備戰啊，同埋再開面咧就有呢個殺地山嘅。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就係呢個事不宜遲，放嚟成2個馬位㗎。跟住太平飛船咧就貼欄，跟住開面咧就有隻林家備戰。然之後咧就有隻武士喘緊上嚟嘅，嗰個薩里山咧一場就表現比較差啲，因為喺外檔嗰度轉彎嘅。咁入到嚟直路啊，事不宜遲走甩咗成2個馬位喺中檔嗰度咧，再推騎2步咧已經係放甩晒後面啲馬，差唔多贏緊嘅。後面咧太平飛船咧同埋林家備戰仲有2、3位嘅，開面咧就有隻武士，咁中間咧仲有隻馬上緊嚟咧，嗰個去勢都唔係好勁嘅。咁而家就係過終點㗎啦，事不宜遲咧，放嚟成2、3個馬位嘅太平飛船啦，捱翻個第2、第3就係武士。咁嘢事不宜遲咧，前新加坡馬嚟咗大馬之後咧，跑7場咧4贏3位，未甩過三甲嘅。咁而且跑法上咧係跟得鬥得，咁所以今次排外檔嗰個影響咧未必係好大嘅，都係三甲一直係比較穩陣嘅一匹。次選方面啦，我揀翻5號嘅水霸，咁亦都係前新加坡馬嚟咗大馬之後咧，3戰係2冠1亞嘅。咁上一次咧，既然喺升班跑3班咧都可以贏馬，咁今次留翻喺3班角逐，雖然早段快馬好多啊，但係佢1200米咧都可以灌注到底嘅話咧，今次跑1020米咧當然都可以追得過嘅。咁第三選咧揀翻2號嘅白金特權。咁日前澳門馬郭金軒啦嚟咗大馬之後，雖然都未贏過馬，喺早段快馬多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後上真一席嘅。第10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4號嘅事不宜遲、5號嘅水霸同埋2號嘅白金特權。咁策略上咧，呢3隻2號、4號、5號咧，應該係以鐵角位置 Q 係比較穩陣嘅。跟住第11場喺嗰個4班1020米一場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9號嘅陳氏英雄，最近一次試閘片段同大家分享。陳氏英雄呢一場3月11日嘅試閘係第2組試1000米嘅。咁一起步嗰陣時咧，呢個陳氏英雄咧就係呢個紅白大格衫嘅，而家已經跟咗出嚟第2位㗎。前面放咗出嚟嗰隻咧就係吉米賽克嘅，咁陳氏英雄咧一路都係撳住喺第2位，亦都放嚟後面咧太平將軍嗰啲馬咧成個幾兩個馬位，咁一開始轉彎嗰陣時咧，嗰隻吉米賽克咧都係放咗出嚟1個馬位，但係陳氏英雄咧一路都係撳住喺第2位嘅，已經放嚟後面嗰啲馬好遠啦。咁一開始轉彎嗰陣時咧，呢個吉米賽克咧就一路靠近欄，反而陳氏英雄咧走出去外少少，蝕咗些少位嘅。咁而家都係保持咧，大約都係1個馬位距離。咁後面嗰隻太平將軍咧追下咧，都唔係追翻好多啫。咁而家到最後階段啦，吉米賽克咧仲係領先少少，但係陳氏英雄咧
撳住咧都上嚟過去嘅，一鬆一步咧已經彈甩咗隻吉米賽克首先過終點嘅。咁後面咧已經放嚟啊，嗰隻太平將軍咧都幾遠㗎啦。咁呢隻陳氏英雄咧，前新加坡馬喺當地只係跑過4仗嘅側身馬嚟嘅，得1冠1亞1季。咁嚟咗大馬之後咧，最近嗰課試習嗰個走勢好輕鬆咧，應該都可以及風而試嘅，有權係一出即勝嘅。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4號嘅太平靈犬。咁呢隻馬上一次咧贏呢個路程嗰個走勢咧非常出色嘅，尤其是咧喺佢後面嘅對手有好多隻馬之後再出都贏咗㗎啦。咁所以今次咧嗰個排位雖然唔係太有利啊，但係以佢上一場嘅賽績計咧係相當出色嘅，都唔可以話太去睇小佢。咁第三選啦，我揀翻7號嘅型仔喜悅。咁呢隻馬上一次咧，終於贏咗佢大馬第一場嘅頭馬啦。咁今次升班角逐咧，最重要都係排翻個內檔起步啦，有利佢搶放嘅跑法嘅，都仲有機會爭取連接。第11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9號嘅陳氏英雄、4號嘅太平靈犬同埋7號嘅型仔喜悅。咁策略上咧，呢3隻4號、7號、9號嘅馬咧，其實個實力咧都幾接近嘅。咁以鐵角位置 Q 係比較穩陣。跟住係第12場喺個5班1150米比較低分嘅組別，我揀咗9號嘅聖徒，上一次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聖徒一場係2月23日嘅1020米賽事，起步咧佢呢個又係深藍衫、深藍帽啊，已經喺中檔嗰度突咗出嚟少少啊。咁佢隔離嗰隻咧有一套咧贏完呢場之後咧，再出2場咧係得1冠1亞，都係跑1020米嘅。咁而家前邊咧聖徒咧放嚟半個馬位，有一套喺度嘅，喺第2位之後就係呢個轉界啊，跟住係飛馬拉貢嗰啲馬比較快啲嘅。咁而家開始轉彎㗎，聖徒咧放嚟大半個馬位，有一套喺度都係撳住喺第2嘅。然之後咧貼欄就有飛馬拉貢，跟住嗰個轉界已經開始推緊㗎啦。咁而家入到嚟直路嗰陣時咧，聖徒咧已經係差唔多俾嗰隻有一套咧追到㗎，兩隻馬都彈得後面嘅飛馬拉貢啦，成個幾兩個馬位嘅。咁而家前邊咧有一套咧已經過咗隻聖徒啊，但係聖徒咧仲喺貼欄嗰個負隅頑抗啊，都帶得後面嗰啲馬幾遠㗎。最後階段咧，呢隻有一套咧就贏1個馬位到，聖徒咧都係保持咗走勢咧，跑翻去第2嘅。咁隻聖徒咧上一次唞埋跑一個短啲嘅1020米嘅，跑第2，所輸俾嘅有一套咧，其後再出咧都得1冠1亞啊。咁所以呢隻馬留翻喺5班低分組別，都係孭翻啲輕磅上陣咧，跑長少少路程，可能早段放喺較順之下可以一放到底嘅。咁次選方面咧，會揀個7號馬多多益善。咁呢隻馬前澳門馬嚟咗大馬嘅表現咧，雖然比較令人失望啊，但係喺澳門嘅最佳路程咧都係1200米嘅相約路程。咁所以今次跑1150米咧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嘅。第3選咧，我會揀翻10號嘅拉斯洛。咁呢隻馬之前仗跑呢個相同路程跑到第3嘅，上仗咧轉咗其他路程咧就輸咗。咁但係今次咧跑翻佢上名嘅路程，而且排檔係不俗咧，亦都可以兼顧嘅。第12場賽事我嘅順序提供係9號嘅聖徒、7號嘅多多益善同埋10號嘅拉斯洛。咁策略方面咧，呢個聖徒上次嗰個賽事水準咁高咧，捧 Win Pay 就可以啦。咁下次雪蘭莪賽事咧將會係打搭舉行嘅，4月6日星期日都係安排咗12場賽事。我哋到時再見啦，拜拜。